我是 Lisa，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避难小包包，虽然它一点都不小。娃娃 TV。最近加州超级多天灾的，上个礼拜呢，因为太干太热，所以某一天晚上呢，突然有一场精彩的闪电秀，我也在半夜被惊醒，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也因为这场闪电秀呢，因而造成了很多火灾，很多地方都被烧毁了，也很多地方都被撤离疏散了。我就有朋友被撤离了，我住的这个地方现在是还没有啦，希望以后也不要有啦。但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活在烟雾里面。刚烧的那个晚上呢，我是开着窗户睡觉的，因为实在是太热了。结果半夜呢被烟熏醒，赶快爬起来关窗户。所以我跟我妹妹就讨论了一下，决定帮全家人一人准备一个避难小包包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再说加州本来就是在地震带，所以准备一个避难小包包，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，随时可以抓了就跑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包包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吧。我有上网查了一下啦，这些呢都是基本配备，大家都说必须要有的东西。首先就是水啦，水是很重要的东西，人每天都要喝水。再来就是这个保暖毯子，如果被撤离的话呢，在外面可能会冷，这个就可以拿来保暖。我就不打开啦，我会在这边放一个示意图，我怕我开了之后我就收不回去了。再来就是雨衣啦，如果有下雨的话就可以用。再来另一个很重要的呢，就是急救包，里面有 OK 泵啊、消毒棉啊、绷带之类等等的急救东西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一些干粮。我这边准备了消化饼干啊，跟祈福饼干，这些可以充饥。另外呢，我还会去买一些罐头啊，还有什么八宝粥之类的，之后会放进去。另外我还准备了一个 memo 纸，上面是要写这些食物跟水的保存期限，这是要贴在冰箱上面的，让我们可以随时 check 这些食物跟水的保持期限，要在过期之内把它吃掉换新的，以免浪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是刀子，这个可以切东西，然后这边这个有齿的，这个是可以割那个木头的。然后后面这边呢，它可以敲碎玻璃啊，如果是遇到什么紧急状况的话，可以把那个玻璃敲碎。然后它这边还有这个可以割绳子的。接下来是这个呢，它这边有一个指南针，然后这个它打开呢是一个打火石，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削的，就可以拿来打火。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口哨。它声音没有很大啦，所以我就另外又去买了另外一个口哨，这个还蛮大声的。然后还有准备打火机，然后这个是护目镜。然后这个小包包里面呢有一些清洁用品，像是牙膏、牙刷啊，然后眼罩啊、耳塞啊，还有一个绑头发的。就是如果被撤离到避难场所的话，这些就可以用到了。那我另外还有准备一些口罩，现在是防疫期间，口罩是很必须的物品。就算现在不是防疫期间啦，你被撤离到避难所，那个环境可能也不会很好。有时候如果有人有感冒啊，可能会交叉感染，到时候大家都生病之类的。所以到避难所戴口罩应该也还蛮必要的啦。那还有准备一些纸，另外我还有买那个消毒湿纸巾，它还没有来，等来之后我也会把它放进去。然后还有绳子，如果在户外有怎么样的话，可以用绳子。那我还准备了手套，可以戴着保护你的手。如果在灾区要搬东西的话，比较不会受伤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这个啦，它是手电筒跟收音机。在灾区资讯是很重要的。那它这个比较特别的呢，它是有太阳能板跟可以手动自己充电的一个功能。然后它也可以插手机来充电，因为在灾区你不一定可以找到地方充电嘛，所以这个东西就还蛮方便的。好啦，大概就是这样了，跟大家宣导一下，这个避难小包包呢，是如果在水灾或者是火灾之类的情况下，可以马上抓着去疏散避烟的东西。但如果是在地震的时候呢，可千万不要抓着它四处乱窜哦。专家说呢，在地震的时候，应该要先找一个有遮蔽物的地方躲起来，以免被东西砸到。等地震之后呢，再拿着这个包包去避难所避难。好啦，介绍完之后呢，我觉得我这个包包好像也蛮适合去登山或者是露营的。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我也可以随时抓着我这个包包就去登山或露营，真的是一举两得啊！我是觉得住在台湾的大家应该也蛮需要准备一个避难小包包的，毕竟台湾也是在地震带嘛，偶尔也会有一些天灾，所以有备无患嘛。
那大家如果觉得还有什么是必须的用品可以放到包包里面去的呢，也欢迎帮我留言补充一下哦。那我是 Lisa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